来看彰化市的江水路，伫6当前有假使业者要设一个抗假使的仓库，也毋过民众反对，业者嘛甲县政府拍官司，官司拍4档，最高法院最近是判业者胜诉确定哦。业者最近嘛准备要个动工咯，今仔就有上百个住伫附近的民众有布条抗议，业者是表示讲，因会继续甲民众沟通。守护家园，守护家园，抗争到底，抗争到底。有真百的民众去彰化市江水路207巷有布条抗议，反对伫遮设立假使勇气的仓库。这个仓库正式的名叫做启动卡液化石油气勇气储存室，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。2017年，假使业者就捌向县府申请建造，不过因为在地民众强烈反对这个案件，就安尼无消息去。过6年了后，即嘛搁要施工，引起在地居民的不满，搁一届来抗议。咱这现有的道路拢是5米，搁拢挖角，是安会使通过？这是县府对百姓一种的侮辱甲欺负。为何咱县政府会则快速，为着这件则快速吼？所以伫遮邀请吼，咱县政府以及有关单位，咱向咱的乡亲做一个彻底的说明清楚安尼。民众批评讲，以特种建筑法的规定，车路需要8公尺宽，不过巷仔的入口敢若有5公尺。是安怎县府会通过抢上建造？彰化县府讲，这个建案伫2017年合法建造，而且通过消防督察审查。不过因为使用甲原地核准的项目无符合，所以下令停工，保证停驶。过当年业者不服，提起行政诉讼。2022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县府败诉确定，呼吁业者就要赶紧出面甲居民沟通。经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业者胜诉。那所以他目前业者的状况是还在施工中，还尚未向县府提出竣工查验。那这部分我们县府还是呼吁业者要出面跟附近的居民来做沟通的。我们会持续沟通，会持续释出善意，但是因为那天有带头的人说我们是要做那个分装厂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就单纯的一个厨具室，只是。就是算是一个转运站啦。业者强调讲，要办理地方的说明会，还有参观其他石油气、勇气储存室。不过民众报名意愿无悬，所以会持续沟通。也若当地民众强调讲会拼死来抗争。彰化县消防局表示，依法消防通道都要保持3公尺半以上的宽度。江水路207巷绕过了后，上下所在是4.2公尺宽，有符合法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